向新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彭小琪。出名台会了礼拜为燃烧，上早礼拜因日到台商向界推四寸，佢下咧讨论了个六庆妇炎个事件哦。大家也看到爱协会了动态个六庆执法个供业重启，都会爱用猛然看唔清楚个情况哦。其实了空气品质个恶做，对当地居民来讲，极度的感受是最深的哦。了礼拜强用找到了那个复杂专家、立委还有中法人个副院长，佢下咧关心讨论了个。六庆议题，到底 anyway 用个面对，你下眼皮去到讨论现场。开会了！从 any 下底到了解，台商向界推四寸哦。从效率关心大家身份环境嘅污染议题哦，杨平为大家绍介对边，体委呢绍介系中法人嘅副院长周志忠周副县长，你好。大家好 ，OK。欢迎副院长，体议会对边呢？你绍介系你董事嘅立委刘建国刘委员，你好。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欢迎委员，第三委对边呢系主持那个研究工作，也动辛苦。你绍介嘅系我们台大公卫院的副院长张长全张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欢迎教授，其实为对面呢，佢系国内研究那个空气污染品质复兴案例会嘅教授哦。介绍是中兴大学的教授庄秉杰，庄老师好。大家好，我中兴大学庄秉杰。我们讲到这个台清的石化园区，在全世界来讲是相当罕见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们对这个六轻石化的这个工业，到底它内部的生产运作模式是怎么样子的？它所带来的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现在我们看见了。可是我们有试着想办法再走进内部，看它的生产状况，跟它实际运作又是怎么样？而你透过两团新闻报道，向下来关心讨论。今年六期盲了管理普信首长界宽管重心，伫派界天龙10批，总控圈重启控vụ、废水、校风、闹公运、国策监测点、村内改局信书记，当日已送办，工厂依然却滚江线盘图。第一件事开会一定是来的是推荐这个东西。尤其是空气监测，但像是盲了管理部收入8209个气体监测器，为了解土性也是减少的虚劣个气体，避免外散引起污染到火灾，还将环保针对像是 VOC 挥发性个有机物，系贵用两种风味性个现象仪，随时检查，而推18万元，6千收入38推。增加很多的改善，不管是节水、节能，或者是空气。或者这部分我们有做很多的改善。那除了改善这部分的话，我们另外对这部分的监控，在我们监测管制也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监测8层的防护的监测那个系统呢。工业气用水量大，目前用机场所产生的污浊水对环境送回煤炭，六轻动3批将气毒纠错废水处理厂，处理过后排放的水质比政府法庭嘅风流水标准还较严挑，还除了起价票5额。为到每本普气超污染的空气，还实体的7000万元全部价贵额。规定是说 VOC 最后处理完后要150 ppm， 那我们在没有处理之前，我们就已经达到150以下，就平均大概144 ppm。那经由我们这个加盖以后，我们剩下处理后的 VOC 剩下大概35 ppm， 远低于法规。大家关心嘅 PM2.5 污染风气，六轻强调基调系封闭式原沙滩嘅内容，用输送带捞沙滩，直接移到管线送到发电厂，唔会产生费用。就算少沙滩细节嘅排放，就系控污最大嘅压力。不过六轻沙场运作，讲企业为了企业破底良心，环保已经做到最好咧。以六轻来讲，它在这个地方总共投资了7551亿，那在环保这一方面，它就投入了1261亿。由这个比重来讲，就可以感受到台塑企业在做环保这一方面，只要该投资的，它就一定会投入。台企业有吹条做好种皮，对负责公运闹环保，避免运转受到影响，损失很较大。尤其重庆24点钟嗡紧做势，然后3年发挥到最高。都配合纪念翁元去阿妹所设立嘅阿妈公园，当然跳下开始的点起。
拼都朴实系记录个故事，不过俩故事但强一半，那么一半可能还读准气刺猬，还卡到个家庭，到行业退类发生。在六轻这么大的一个石化园区里面哦，这个环保中心呢，算是他们的小单位而已哦。因为做环保是没有产能的，环保做得好，某种程度只能降低公安上的风险，所以是在减低它的利润损失。那其实呢，我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委员，这么多年来六轻在台湾的运作，我们可能也很难磨灭它带来经济上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它的那种帝国感很重哦。因为除了它的规模、它的产值非常大之外，还有它整个运作的模式，其实外人是无从得知。那它现在长期以来所累积对人、对环境、对整个生态的伤害，已经历历在目，都已经很多的事实的数证被呈现出来了。那我们想请问一下，除了说变成是六轻不断的在营运发展，还有少数几个学者辛苦的在对抗大风车的这种局面之外，到底在国家我们的台湾有没有更高位阶的这样中央法可以来管理六轻，包括它的整个管理区的特别法也好，还是有说更高规格的这样子的一个法的强制介入，来对它的管理得到进一步的积极规范呢？我必须要这么来形容六轻，可能大家会比较感觉到贴切一点的哈。就刚才庄教授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么大的一个石化园区，台湾就这么小，能够承受吗？能够承受得了吗？政府准备好了吗？那政府是被财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牵着鼻子走，然后后续来订定相关法规，还是政府看到这么多人民百姓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伤害之后，才来后续的来定严谨的未定的这些相关法规？现在我们政府等于就是被财团拖着走，都慢一步哎，拢是慢一步，永远拢慢一步，啊，所以永远拢未到步，啊，就是摕咱的人的身体来去做试验，发生代志以后，啊，才要来做相关的修法来定就对了吼。这拢是维持议员的一个工作，尤其我们台湾是这么小嘛吼，根本都无迄个能力有法度来承受这款遮大的污染的这个石化园区所排放出来的污染。王永庆先生一个做成以后，恁真厉害。管愈好，2档有法度发生大公安、小公安，斗起来要到20-30件，平均拄啊逐个月拢要100以上的对。发生不停。对，没有停止过，连经济部工业局自己去做了相关调查报告，薄薄的一张纸就写得非常清楚，它的共同管线、公用管线，他们的能力。说生意人太过将本求利，连六轻也是这样的思维。那他的自主管理能力，我们不能放心啊。对啊，所以台湾政府给这么大的石化园区的自主管理，等同叫做自杀管理，绝对是自杀管理。周副县长，你知道也是医生啊，前世在这边很清楚，环境维护啦做了好，吼，咱的医疗技术唔只系减轻，社会福利嘛只系做了好嘛，这最简单的理论嘛吼。做到遮大石化园区，环境维护啦做了无好就对啊，伊相对伊要付出的代价会愈大。是啊，刷了伊内底劳工对伊的向心力买降价，这是一定哦。那我们政府也该有面对的魄力跟决心了啊，不是吗？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执政，面对这么大的石化园区，我们都应该有魄力跟决心，来好好彻底的来看怎样做修正。那您过去有推动要修法，这个有可能吗？专法、专责、专单位的来管理六轻，给人民更多保障。我应该安尼讲了吼，你委员会，阮提真侪案啦，坦白讲真侪案，包括做这个。高污染地区的石化园区周边的这居民的身体健康检查，流行病学调查等，拢真接啦吼。但是有那些公部门就会甲你堵者，甲你塞者，对安尼啦。咱希望环保署较硬咧，若拄着经济部爱佫比咱较大声，毋少道理。结果拄着经济部拢比咱较细声咧，吼安尼。你环评的真济会议内底，遮真济这财政就对啊，去挡刀啊，去拍玻璃吼。弄甲老皮会啊吼，这政府来讲嘛听袂到。不过我们也知道，六轻它目前状况还不能够自我掌控跟改善的时候，还要继续扩张，再增加它的运转效能。那这个六轻扩张，难道我们没办法再给它一些节制或更高的环评？所以张教授特别跟我提醒啊，希望彰化县的县长在跟云林县县长在六轻扩建的相关的环评会议必须要出席啊，本人要缺席啊，代表彰化县的县民，代表云林县县民，绝对会非常有力道。我曾经非常期待，因为我刚才特别想说，浊水溪的母河两岸，一个是彰化县，一个云林县，拆袂开啦，是的，无都分开啦，咱是生命共同体啦，连迄个命嘛，好甲差不多，对不？分流大西乡，你有大西川，你嘛无较细，因为你动作都无比方较少你咧。大家都一样惨，所以真的要。所以环评会议时阵，我当然是甲顶一届的副馆长，希望大家会当合作，
保护路水溪，减轻污染。是。大家是毋是针对着迄当阵的迄个，不管是国光石化好啦吼，不管是迄个中科四期啦吼，大家当合作，结果毋是诶。大家吼，连咧登头啊咧。其实应该是要目标一致哈。先谢谢委员，我就请教现场乡亲哦。事实上，六轻的扩张也这个箭在弦上，准备要射出去了。本来5期不容易通过这种大案子，他就切割成小小的4.5、4.6、4.7，分别去闯关。大家相信在地的忧虑跟你们的建议，还有今天也来的环团意见代表，我们都来倾听他们的声音跟意见。我们先请这位小姐。这10几年来，阮家变成石化集中营。那其实蛮心酸的是说，这么10几年来，我们也找不到什么样。那我现在就用这个集中营里面生活下的一个小口，我其实有强烈的要求。我们的环评机制已经失控，这个失控是因为中央环保署蓄意让它失控，它是蓄意的。不是挡不下来，只是让它它通关。因为如果地方无能，地方给我们的资讯都说它是没有任何资讯的。那现在听到的消息是，都所有的数据，什么烟道检测都因家己在讲的。那这个公部门就很显然是蓄意失职，他蓄意创造那个伟大的 GDP， 他蓄意让这个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拍摄成本相搭，稳搭。迄个成本相搭，阮搭，阮烧阮家己的健康，然后造就这个财富，造就这个国家伟大的 GDP。那我现在就要告诉咱中华官，不管咱地方任何一个握有权力的人，包括2016任何一个要面临更高权位的人，你们都要注意了。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是必须牺牲一堆人来成就一些人的财富，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政府机制竟然不站出来的话，那这个国家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绝对会很大的危机。我嘛要利用这个机会讲，中华县县民甲县政府一定要同时要求云林县县长出席，因为六轻的任何扩厂已经没有正当性了。因为过去以这个环评的来对这个范畴没有把我们考虑在内的话，表示这个环评机制已经失控，所有的环差、所有的总量，通通是骗人的。这一场骗局必须掀开。六轻在彰云绝对不会比远雄巨蛋造成北部的危险还低，因为我们的安全性正在进行。谢谢你，我们一并收集其他乡亲的意见，再来请副县长回复。丽慧姐你好。这边的人生病，其实我们环团的人在中央监督六轻扩厂，我们3、4年前我们就很清楚了。大概看许立去啊报告，真正目屎会淋落来，所以我们要求中央要求要做在这里的人要做健康检查，但是都没效，真的没有效，所以政府是没有魄力、没有决心要保护人民健康的。好，我拿这个做证据哈。在2年前。我们陈教授看到这份报告，这是国科会做的报告哦。对这个地方，在咱这个美丰国小哈，所做100年提出的报告哈，伊这的苯哈、甲苯哈、乙苯，这是超高的，高到5 ppm， 这哪来换算健康风险是超过1/1000要停工的哦。说来说去都是人民在受这个那这个苯呢？就是六轻里面的台化，L1、L2、L3这些厂生产量很高，所以我们很合理的知道这里的人的健康啊，刚刚讲煤各种的身体上的伤害，对。但是这个石化的这个苯这些都是致癌物哦，所以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拜托刘建国委员。拜托田秋瑾委员，因为他们是卫环的立委，是提案一定要彰化的大城乡的居民一定要请国卫院来做健康检查，要持续追踪、长期追踪，要先做健康检查。那现在终于做了，所以我感谢结果出来也很痛心，你还是我现在讲这个就是说，副县长在这里我希望县政府还有在地彰化县级的立委。一定要站出来，向中央继续争取，甚至刚刚钱建伟医师也讲嘛，怎么赶快预防嘛，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全部所有的县民期待的，谢谢你，拜托，谢谢。要预防，
更要解决，避免它再扩散下去。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六轻的4.5、4.6、4.7都要继续的再去想办法，我们中科四期还要继续再做哈，然后接着其他的精密园区、工业园区都陆陆续续没有停止的开发再做下去。但是我们政府对开发的能力能够做到掌握吗？你们的意见？我应该讲一下哈，就是大概1个月前呐哈，我大概5、6点在这个地方哈，在那个浊水溪的堤岸上面，看到一个乌烟排出来，大概持续2个小时了。那许小姐也有去检举，打电话给环保局。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像这样的状况，环保局说他也没有掌握到，说他们现在在排黑烟，没有。那刚刚台塑公司有提到说，我们排放污染量是很低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得到，不是啊，它排黑烟，而且排得很远，从它的厂房一直延伸到芳苑乡，至少20-20公里。所以你们看到跟他们说的不一样，不一样。那我要讲的是说，300多根的烟囱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是在做即时监测的？可能不到1/20哦。你说你做得好。这个在讲说，这政府其实尽管你掌握到的资讯还是财团提供给你的，它可以作假。那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哈，其实刚刚大家都在意的都是空气，但是我要讲水，我们都没注意到水污染。看这张图，这是水公所的试验模拟哈，水深20公尺的水深，水的海哈，这是浊水溪，这条红色的点是浊水溪，下面红色是麦寮六轻。你看海水都是往北流，简单讲，六轻的污水排出来怎么办？流到彰化。都是流到彰化，你没看到这个点哈，红色点点外面都是黄黄的点，黄黄的点表示说潮间带很长，所以会发生什么问题？污水排出来之后，会有一个现象哈，这个是在中科4期模拟的时候，污水排放的时候，从浊水溪排出来，你看到这是涨潮，这是退潮，污染物在原地，就是污染物流到潮间带是不会随着海水的涨退潮扩散的，那更何况六轻的水从这边排过来，完蛋了，彰化的海岸一定会是最严重的。但是这个数据也不会因为六轻的开发或是的建设营运有做任何的监测，到现在都没有。当南风吹起的时候，我们台西村的村民的重金属体内的重金属就增高。当你的海洋开始北流的时候，我们的垃圾污染物就是集中在那边。而在这样子管控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哈，它还要继续扩张，你们的压力非常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真的是呼吁2县长哈，能够一起去参加这个环评会，甚至能够一起支持云林县政府的地方自治禁烧石油胶跟煤。那还有一点，因为经济部在反对，他说这是违法的，但是我觉得希望立委大家站起来、硬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他能够把这个地方自治能够顺利通过，不要让他烧煤跟石油胶。要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它的解方是什么？当然我们好好思考。先谢谢你。今天我们来自我们广新里的里长代表也来到现场哈。主持人副馆长立委各位议员甲咱主席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吼。今日我伫遮吼，讲实在，我感觉你嘛做幸福的。今日今日副馆长一寡议员拢有来，我迄讲哦，毋拿恁遮人3辈人吼，迄讲阮毋拿遮人的3辈人的衰人，结果敢若一个属管议员来甲阮关心。刚刚说哈，都没有人去关心你们，就觉得非常寒心。那你觉得什么要被关心、要被看到的？即摆我英雄纸厂吼，我了有一间英雄纸厂，伊伫即个煤炭方面，伊煤炭方面大中港都毋通烧啊。为什么伊煤炭爱栽咧？阮公园里烧，阮公园里六轻也一样在烧，大家都放任他们继续烧。我兜伫遐看到六轻的，六轻对阮兜冇影响。阮公园里受到影响，北风吹来影响。南方吹起来六轻，即摆摊期到要坐工业区死济啊！阮来买氧气啊！恁中期的氧气无一寡烧完，阮即摆都有当时是来买氧气一台，迄人啊，连迄落要花去，再都。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大姐，她的身世这么样令人同情，其实你们那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主持人，我报告，我正讲一个故事给听。一个阿伯啊，去找我，讲里长要安怎？我阿伯安怎的哦？伊安怎甲我讲，你知哦？伊讲哦，我真安尼2个老拢老啊啦。我想要叫囝孙仔多甲阮顾，你会知影阮囝安怎甲我应？我讲阿伯啊，伊安怎甲我应？伊讲阿爸，你敢要互囝孙仔住这空气生活品质遮歹的所在哦？我说心肝头毛诶，怎体咧？想想诶，有道理无？有道理，无道理嘛无道理。我讲阿伯啊，你安怎甲恁囝应哈？伊讲哦，咱想想嘛有影，咱着食老啊，骹肉走袂去，着伫遮咧生活。咱敢要互囝孙仔住这生活品质空气遮歹的所在。如果家乡不要被污染是最好的啊。系啊，对啊。伊因安尼咱说，咱无会讲，但是这啥物做来？我甲你讲，这哦
莫因为恁拢用就业机会来咧骗百姓，工业所赚的钱拢是农民性命健康换来的钱，今日讲实在，贪婪的集团搞乱的整个政商的关系。结果委员，你今日讲了上正捌足侪袂使讲的，嘛坦白，你嘛有一寡是坦白讲出来。我希望咱政府副院长拜托市州一定要做好，农地农用一定要做好，违建部分，咱县政府无材料拆，敢无能力他停电停水。我讲工厂部分毋是百事工厂为大家唔好为百事咱讲实在，草地下水，水咧用，阮百姓咧纳较水源愈深，阮百姓咧纳较重的电钱。李永元教授嘛讲过嘛，农民被污名化，草地下水其实是公的。好，谢谢。好，这位大哥，谢谢。我先把时间请教我们的副县长哈。刚刚其实两位村民都提到，大财团、大企业他们赚钱，有时候常常是把成本外部化，他利用外部的资源，我们人民生活的土地、财产、水源来赚其钱。那事实上，这个钱跟农民的这种相对贫穷感是相当剥夺。大家们也一再呼吁的，希望其实两县云林县、彰化县。地方政府在对于6轻也好、中科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工业开发都应该有更多的审视，而且你们要更具体的介入来了解关心。最近的报章杂志当然案已经撤案了，现在撤案，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成功高兴的案子。这个人爱后续内底，咱爱甲对用所谓财团，咱爱问来甲伊讲，可能几啊亿这我这官府会拍拼。是，接下来也是有一个代价了工业的发展不可否认会带来一些经济不稳的利益。我们彰化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民的健康真正排第一。我本身医生做35年，伫基金小看咧抢救5医生10个护士救一个人，住院挂病房出院，到有那个佫倒来病房，一个要救起来400万。我即摆出来外口是感觉讲多谢啦，我的好朋友钱建勇医师、叶光鹏医师嘛真鼓励。即摆咱彰化县要成立一个空气污染的委员会。即讲在座内底拢才能够指导。水呢，实在是咱彰化县的水也无偌济啦，就真叫欠水。每一个工业发展一定要大量水，水一抽咧会放去，放去了还佫污染。大把多谢，你讲这个专家对这个污染，这方面呢，我是感觉真正透过非常严谨真好真重啊，像咱叫这种团队一种环评委员也是环评内底去监督这项代志。是，当然希望是多方面的发展和彰化县都有发展。不过我看人民的健康一直要排第一的。是，那刚刚村民反映，希望说我们彰化县政府在6轻扩厂的这个案子上可以表态。就像头拄有议员甲咱的立委拢咧表示，真好重要的评估也未出来以前。反正讲，阮是无同意，伊今摆看见，一定是要从严来审核。对，要从严。先谢谢副县长。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空气污染，有很大一部分重中之重是来自于刚刚相信还有教授们提到的燃烧石油焦跟燃烧燃煤。这种燃煤、燃油传统的产业的模式，造成对我们环境的伤害已经是很明显。而我们台湾地小人稠，我们有这样的身体，我们有这样的胃纳，可以承受这样污染量吗？你透过分析样片，狗滚。继续准备为进入讨论，到底那个空气污染，你用如何的解释？我是要带这个 N99，还是要带这个？拿出风土面积，让 N99 最 M 立位 PP， 中南部买回影响民众空气，就连本单西航的路走也变作高风险嘞。那如果到时候 PM2.5严重超标止爆的时候，刘委员的问题，我帮你很聚焦在那一场比赛好了，健保署办那场比赛，我们要不要参加？还是环保署可以回答。署长刚才答复很清楚啊，我已经提供数字给你了，要不要参加你自己去决定啊。下个月气候条件就改变了啦。所以要问天就对了。从水海的水冲起把本推手6轻内容，所谓吹南风，造体界好把带，就会引起沙浸泡，本单呛油界重用散漫，困起来也还会死的。那么我们的这种产沙量是国外的平均值的100倍。所以问题是这么严重。那么台湾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不是我们的开发基建开发是不是已经过头了？新年22届世界提供议会堂，款团长到总统府直接对总统马英九提出的 PM2.5 届委会动烟囱，认为为烟批减量。总统们系提日白线时，各批提起实施空污重量管制，到3年之内为集体减少。我们希望透过加强监测、总量管制和减量计划的方式
3年内希望能够达到空污减量达到5%的目标。透过呛呛嘅天，天天咧都嘅消息，空污严重，民众感受追侵，经验嘅开发强铺系讲添下来，政府全盘嘅考量，然后具体嘅管控处理系乜嘅，有度乃位。宣讲偏读，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我们庄教授。我们环保署长魏国燕魏署长说了 ，PM2.5 它算是中性的物质，它是空气粒子的大小啦哈。不过我们也知道它就是一个载体，就像海绵体一样，会吸收周遭环境的这些污染物或重金属或致癌物质。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部地区，刚刚相信都一再痛陈了哈。我们有各种工业区，我们有6轻，我们有台中火力发电厂等等等的这些工业污染所排放出来的这些空气中的排放物质，如果都被这一些高浓度的 PM2.5 所吸收了，那我们每一天成人一天要呼吸25000次的这样呼吸频率，我们全部都吸进去啦。所以这个 PM2.5 的规范现在是全球甚至全台湾整个议题大家关心的焦点。那到底乡亲们提出的这个禁烧石油焦、禁烧燃煤这样的像一个产业的策略或者模式，我们到了该调整体制的时候了吗？你的建议？刚刚谈到说我们的发电量真的太高了哈，那我们的石化产业的确太大了。好，所以以煤这样子一个产业，那刚刚6轻企业表达他们控制的已经很好了，那的确是那个排放标准来在全世界来讲，的确是很严格，没错。但是大家还是承受这么大的健康危害，好，所以现在其实只能根本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的污染量要打25折，那打25折的方式没有什么好方法，就是改烧天然气。好，只要一改烧天然气之后。刚刚我们谈到这些所有煤所产生的重金属，通通都检测不到，通通都没了。好，那这样子一下子，大家体内的这些铅镉汞这些，就降下来哈。所以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步骤是刚刚谈到的，还有另外是镍跟钒。好，那镍跟钒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提到，那但詹老师已经量到大家的尿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是石化业过来的啦。那这是6轻自己炼制的厂油品报告里面就是镍跟钒，好，就镍跟钒就是石化制品。那这个东西如何降低大家尿里面镍跟钒？那显然就要从石化业的一些根本制成去解决。好，所以这是第二步骤要想，那怎么做我还不知道。好，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的确是。这个禁烧生煤石油焦是先解决部分重金属最根本的方法，而且是现在可以先做的这样哈。先谢谢庄老师。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委员哈。事实上，我们现在中央的这个更上位的法，可能都还要透过修法的程序来达到。那在地方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在云林县政府，然后今年可能6轻的几个电业的操作程序，可能申请就到今年。那所以现在地方民间有很多的反应声浪，是不是首先要在这个烧石油焦跟烧燃煤这块，因为他们自己有电厂，这个部分能够先做一些节制？不知道你这边地方上的能够做到的监督是什么？我当然现在已经看到云林县的李县长已经有正式的一个宣示了哈。然后那一天周副县长、嘉义市、嘉义县的相关的这些地方首长都有参加，宣示，就是说对禁止这个燃烧石油焦还有生煤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已经表达了。然后云林县议会也是正式也收到云林县政府的这个草案。就禁止燃烧石油焦生煤的这个地方自治条例的草案，但我必须还是要这么讲才对了哈，因为这么大的石化园区，它的主管机关毕竟还是在经济部，还是在工业局，然后也有我的同事也提案说要针对空污法来做修正，相关的法律来做修正，但我觉得这个都是太晚的了。这个国家诚如刚才如果像马英九所讲的，说空污总量要减到5%，他底下的人绝对不敢讲说。要超过5%以上。是，但是那一天也要做到啊。对，但是那一天我们开了那个公听会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跟我一起共同召开的就是空污处的处长讲说，5%，这摆已经这严重啊！你敢可以说讲5%？吼，你最起码要讲5%以上，吼，啊不再加等于以上对了吼。但是我要讲的这个问题是讲，我要讲一个代志，这个国家一定都有这。若无对这个代志的重视，伊的态度无改变，这个政府无一个上位计划，无一个上位的计划，去看到即马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吼，像张教授所讲的，严起来，不管是尿液这个筛检，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调查报告，都已经达到这么严重的重金属的相关的数据的显示的时候，他应该立即把相关的产业
经济部还有相关的这些部位都找来，赶快有一个3位计划。产业如果做修正，如果鼓励他们，然后鼓励他们去禁烧这个东西，烧那个东西才是正确的，然后让产业他们可以去配合，这速度才是最快。自己相关的法令，我们后面来讨论都来得及。不然下面拼得要死要活的，也可能很难做到这样。对，你顶头人无决定，没有一个3位计划，我来讲也做慢的啦。是，谢谢委员。你先写下央币狗准的讨论。准到出面台会该讨论现，从你很累到了解台商向该推细寸哦。恐好，你关心大家慎反宽紧该不严议题哦。詹老师，其实我们讲说，像空污这一块是环保署来在中央，那这个健康风险评估又是卫福部。那我们知道政府的体制很奇怪，只要一旦跨部会，就很难被统整啊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过去也累积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研究东西有了，那政策的手段、政策工具，你觉得有做出来了吗？6轻这么大的一个运作的企业，我们发现他花了很多钱去告学者，花了很多钱不相信你们做的研究，那变成是我们看到仿佛是财团对个人的学者之间，我们中间的单位有权力实施政治作为的那些单位去哪里？你觉得有空窗吗？长期5-6年来，我感觉政府拢无去啊咧，政府唔知走去倒，所以他们该扮的角色没有扮演。所以我就变做属主了，这是委屈了2位教授，辛苦哦。但是大家知道说食安事件，你若讲塑化剂，即马讲地内底有 DDT， 咱政府安怎做？下架，空气内底都袂使有这有毒的物件。若知影讲这有毒的物件是淡多爱排出来，迄就爱下架。即毋是啊，讲搁研究，然后呢，就讲叫每一个人拢用伊的细胞做这个过滤器，就做阮的采样器去继续安尼。若安尼时阵后摆讲。有迄个食品啊，讲去污掉，大家继续食啊，这足奇怪。说政府讲，每一个政府拢甲我讲，伊拢无法度做啥物代志，安尼敢有道理？是，民众就甲我问啊，空气无好，詹老师要挂啥物口罩才有效？我讲你才无去叫工厂挂口罩，才叫人挂口罩。所以咱政府拄着这时阵，拢甲白海豚共款，拢会转弯呢。所以当人民成为石化集中营的时候，咱人的一天内底，外口的物件甲咱的身躯空气相当12公斤以上。你啉的茶，啉嘛无300公克，你安尼有一寡有毒的物件，你就惊到安尼。这是12公斤的入味哦，内底拢有毒的物件。所以说讲话管政府真简单，就讲我管袂着6轻嘛，但是你甲我背过来。有毒的一点点就袂使你啊！是的。无你是要安怎保护你的全民？我不管你安怎，所以你就要负责啊！要安怎负责？你就下架啊！请伊下架的方式安怎？伊个有毒的物件就袂使烧嘛。人就咱讲一个食品啊，讲有啥物物件，咱叫伊下架，安尼就解决了对无？咱即摆去甲想讲，你去用啥物啊？较清气，你就。咱就安尼去替伊解决，伊家己去想伊个办法，咱来想讲，你就是袂使互我安尼啦。但是咱经济部、咱卫生署、甲即个环保署，也是讲地方政府，逐边伫讲这拢足济、足困难的嘿，足复杂的。我希望讲用管理食安的方式，该下架就下架，该叫伊戴口罩就戴口罩，不要叫人民戴口罩。不要让人民用身体去监测，我想这是咱第一步爱做的。政府的功能不是让人民你们自己选择，应该是它本身就要先把关好。其实我们这次去6轻采访副总陈文阳副总知道我们要讨论的题目，他也录了一段话要给大家。你对唐基很勇的讲扩厂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一个国家，你的企业如果没有继续这一推动进步。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台湾近10年来，外资已经没有到台湾来投资。台湾重大的投资，国光石化
也停下来了。那台塑钢铁也到越南去了。那你看台湾未来是怎么样？台塑企业是把东西卖到国外以后赚外汇进来，缴税给政府，养活台湾这些劳工。反对的这些环保团体，他愿意正视我们做环保的这个层面，我相信他们一定都嘴巴就闭起来了。近期到生态甲保存感情嘅天作系对立的，系讲发展近期的时间也做得好好的保护那个生态环境，都还做得到吗？我现在再把时间开放给现场，在听了大家的讨论之后，还有心里的心声想要表达的，请举手发言。我心情足震动的，因为所有收买的病人的尾仔咧，切片拢是到我遐。是。我逐工就是咧看癌症，我的显微镜看的就是癌症。以前我拢唔知是安尼济，自从去年我去美疗迄个所在参加一些活动以后，我终于明白了。我感觉我在这边要特别很尊敬詹教授，他的确是非常的勇敢。我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上次各位。但是如果讲错的话，请多包涵请说。上次各位相信都知道，在我们台西村这边，张教授也过来做一些说明，对不对？包括很多的重金属的污染。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我前不久在斗六听刘建国立委讲的，而且是我得到证实。OK，就是说张教授刚离开台西村不久马上接到卫福部的关切电话，讲关切是好听啦，其实就是打压。我们刚看到那个陈文养，所谓的副总，他说要叫环团闭嘴。今天是卫福部要叫张教授闭嘴，一个帮助、一个捍卫我们国家健康、人民健康的卫福部你说这个是经济部打来就算了啦，经济部一直要冲经济嘛，是卫福部卫福部是要帮助我们人民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既然还要打压这个公卫学者，你说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世界啊？这还有天理可言吗？我要简单讲一句话就好了。在座，我想周副县长，你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圣经里有一句话讲遐毁灭大地的人要去破坏大地、毁灭遐大地的人，最后拢会得到毁灭，包括帮助那些做坏事的那些人，通通要被毁灭。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说，家里就弱势中的弱势。耶稣甲咱讲，咱帮助迄上弱势的人，都是对耶稣上大的认同的意思。是，谢谢你。我讲到这，多谢。感谢你，不要再将人民推出去做实验了哈。好，我们那位乡亲。像讲咱人空气，24小时一定咱的空气点，你水无啥啉也袂啥要紧点，饭无啥食也袂要紧点，吼。你今仔政府有环保署，甲一寡水资源甲啥迄款，迄个水利署遐侪单位点，无法度来管，则公司行号管理好点。了了地要开发地要放开发点我听讲开发袂要紧，你好4万人共管理点。你像今仔日看遮乡亲，今仔日咱无拄着艰苦，毋知影人啥最艰苦。你看人伊安尼，即朴实的农民，日出而作，暗就休困。而且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啊。人伊安尼今仔日白干无连，无甲安尼点，这是啥物事好伊的点。咱政府是该甲遮百姓做啥？好的，谢谢您的意见。待会我们再请教来宾一并回应。好，我看到这边，我们都分别来。这样6轻的长期污染即马有2位教授已经检查出来。是。检查出来，敢无治疗，敢袂使。不治疗，下一步就是生病死亡。对啊，确实不能再扩张了。我即马要请这个副馆长今日难得来到这。你若拄好宣布这个江南产业区已经撤案了。我即马是大城潭边村，即马长期受到迄个营性的污染，营性污染就是飞来空气拢落入阮潭边。希望你会重视这个。谢谢。这个大城产业园区，我希望你会重视这个，确实要撤案。卫民局卫馆长要选举是安怎讲？北港的、南农的，难道伊讲的是安尼就要袂记哩啊？好的，谢谢你提出意见。你确实要实行。谢谢你。不是这政客不是讲该做一届就好啊。
乡亲们提到一再讲到这个融成职场，包括职场也好，包括六轻的气电工程也好，包括相关的火力发电厂、工科四期等等这些园区、工业园区，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燃煤燃油所造成的污染跟压力。但我们会请来宾一并做回应。这位先生，开放给你。我伫遮吼，我是退休的牧师。今仔日我要证明讲台塑是一级谋杀。一级谋杀。我的朋友无偌久开汽车用废气自杀，伊阁是加台塑的九五汽油。哎，请把我甲你讲，这是笑话，但是心肝真艰苦。这个一级谋杀的台塑集团，伊398支的烟筒是7-11拢无休困，安尼咧放毒气，阮走袂去，毋是干那遮哦，玻璃嘛咧抗议哦，草屯嘛咧抗议哦，中华南北夹杀，三面加工，北中华是发电厂，迄是世界排第几位？南中华台塑集团，这州法王国，伊要叫阮人民拢爱毒杀嘛，叫阮放弃啥物拢无要紧，但是性命爱甲因留咧。是。这个超级的复合式的重灾区，3个县长，迄2个县长，搁1个市长拢民进党的哦，恁都批评案，靠自己咧。谢谢这位大哥。过去国民党做的，咱即摆都爱甲西尾修好，唔通搁无志无气，若无搁选择总统嘛，讲掠鬼。谢谢这位大哥沉痛的呼吁哦。其实我们不是多怕死，我们是不想这么活。何况我们不该死，我们努力认真的活在这个地方哈。教授，张教授，我最后请教你哦。其实呢，乡亲们一再提到这个对环境伤害感觉到的这个忧心呐哈。这个空气污染哈，大家想说是命运共同体，其实命运不共同体哦，得看你是在哪一个区块哦。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中部位置，环视了这么多的工业污染伤害的时候，我们最倒霉，我们的压力。今天你的结论？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爱曲哈，有一家化工厂把一些那个有毒的物质埋在下面，后来的人去盖学校、盖社区，他们只在那个住家的地下呢抽出来以后，看到这些有毒的物质。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就到那一个村庄去。发布紧急命令，让所有的村民200多户先离开，全部撤走。对，那启动了美国叫做超级基金，当时700亿美金，2兆多，对不对？的台币，就开始来处理所有这些环境的问题。彰化县大城乡的台西村的事件，我认为是同样的。是台湾近代少见的一个环境灾难。那我没有看到我们现任的从总统、行政院长到现在的好几个县长，他应该要踏进来看看说这怎么办？能走吗？怎么走？不走我们应该怎么办？更何况我们看到的污染也是眼睛看得到，当初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国家真的要有紧急立法。我曾经问过我们的台大的同仁在防灾中心当主任，他说抱歉，自然灾害法只管那个，不管这个人为的，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所有的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已经达到一个紧急的程度。那一样都是台湾人，可是就有人很不幸的，他住在一个本来没有这样污染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急迫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周副县长回去跟魏县长讲，这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他如果自己能力所及，说我们的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中央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用紧急命令的方式，看怎么样拨经费，然后很大队的这个的调查，空气之外，水、土壤各方面都要弄，然后呢，来看看这个社区怎么样恢复成它原来应该有的活力。是，我不乐见说这只是一个继续做研究的地方，那不是我们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哦。谢谢曾老师。在台湾历史以来这么多的这个重大的公
工业污染危害，我们看到从1979年开始就很多，像这多氯联苯事件，1983年、1984年桃园芦竹的这个镉米事件，还有86年跟2001年二仁溪跟新竹香山的绿牡蛎事件，大家仍然记忆犹新，而且这个伤痛都在。那现在最新的一个就是像1994年桃园 RCA 的污染案，这个历时最久的这个诉讼，当时的这就会打的官司打得好惨，而在今年这样那么大的一个环境伤害的这样公害案，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声音反扑，总算在这个法案的判决里面得到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 RCA 公司必须要赔偿新台币5亿多元给自救会，自救会是胜诉的。这个问题我们请教庄老师。其实我们在土地上人民常常往往只能默默承受，因为我们光是忙着自己山川的生活，后续就非常的努力了。那如果这些接受在外面来的这些工业污染的伤害哦，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的台西村民，刚刚我们的詹教授讲到，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公害史上的一个伤害事件，你的看法呢？还有结论？像这 RCA，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例哈，它是在2个礼拜前，就4月17号哈，就刚刚讲说桃园哈有445个那个工人有工伤，那最主要是3氯乙烯哈，那他判他是赔要5.6亿哈，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他的其实判例的推理还蛮有趣的，因为过去常常这些判例的时候都要因果关系要确认哈，是的，所以那时候常常我们求诉讼都很难赢啊。就像刚刚讲的说，六氢有排放重金属，我们确定有很明确的关联。但是大家身体上的重金属真的是完全六氢来的吗？好，那当然不见得，包含其他燃煤的机组也会有哈。所以是很辛苦的这一段。那再过来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得肺癌死掉了。那真的是重金属这一部分的，比如说铬啦这些所造成的吗？也很难讲，因为他肺癌死掉，可能还有抽烟、其他等等的因素。但是在 RCA 这判例哈，他讲一个蛮有趣的东西，他说，在这种有机溶剂损害赔偿的事件中，欲以自然科学的方法，阐明因果关系甚为困难哈。对。那对于缺乏科学知识的一般人来讲，要做因果关系的举证，概属不可能。是的。好，所以对一般的公害事件，尤其是这样子。好，那他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日本的观点，他说只要符合3个条件就可以了。那第一个条件是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子生病或者死亡？有没有人因为这样生病或死亡？就是因为，譬如说跟刚刚说的这些。颞颌汞这些有得到肺癌，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子死亡或者生病？如果有，那就表示说有人受到伤害了。那第二个是说，这些排放的重金属是不是一级致癌物质？是不是造成刚刚说肺癌的死亡？那国际癌症这个总署说是的，这是一级致癌物质。那第3个是说，这样子一个工业行为有没有排放出这个致癌物质？那如果有，他说。以 RCA 的判例，就只要符合这3个条件的话，就可以求偿。那老师，台西村民，我们有因为这样子得癌症死亡的吗？各位乡亲，有没有？有，大家都点头了。那所以其实我们是符合这3个他讲的观点的。对对。就刚刚讲说，现在中央政府其实是就是说没有在非常积极在保护我们，比如说刚刚还有空气网络的一个管制办法，它理论上它量了，应该跟我们讲说定到什么标准好不好，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那他做了很多调查，通通都没有。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那我觉得说，我是很鼓励大家能够提起诉讼。好，那如果是县府这边可以协助一些有关法律上，或者是诉讼费用上的话，好，那加上。其实很多的市政，刚刚符合那3个点的这些基本的资料，我刚刚已经拿出来。是，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资料已经够了，现在只是要不要做而已。政府这边一定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吗？学者们的研究资料数据够了吗？副县长。我想收集相当的数据呢，我想我们一定会要求是一些相对的一个赔偿费用给我们这些的村民。那我们希望能比照。我们的云林县有些国小由国卫院来做全面一个检查、一个体检。那我想魏县长相当有诚心诚意，今天晚上7点跟村民还要再开会，对，一定要村民的，然后一级主管都会在。我想这是相当有诚意。是，那刚刚我们乡亲们也提出很多在地的很多的荣成的公司啦，还有一些我们空污基金会作为空气品质监测站呐，然后我们的委员会呢，甚至修法。
我们一窝都有做记录。这一点，我想在我们的主管的会议的汇报，会呈现一会跟主管还有跟我们现场报告。所以，我们彰化县政绝对有魄力跟决心，要面对这个问题，跟县民站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打拼，这是我们自己的县民。谢谢，加油哈，副县长。最后，刘大委员哈，每次在一个战场上，针对环保的议题，或战或逃，我们选择战哈。好，委员。之前拄好有一个记录，有大家看，我大家看到吼，迄个米康湖事件，大家应该知影这是36当前的代志吼。阮这个会期才正式提案，这是新的法案，就是针对这个米康湖受害者已经过往期人有加减的一个补偿啦吼。迄个名称政府还佫咧想无啥物名称啦吼，尾我甲讲做抚慰金啦吼。啊，抚慰金阮是希望10万变20万，结果政府佫甲阮遐斤计较。画几步的啦吼，画到尾啊，最后还是20万啦吼，啊无要放伊煞哩咧吼，吼，这案过啊吼，这案过啊吼，我要讲的是讲我感觉我做对的代志，嘛爱做这件代志吼，因为36当前政府无重视这件代志，36当以后，咱来处理这件代志，就是其实咱已经咧政府警告，空气污染袂当安尼处理啦吼，空气污染若安尼处理落。啊，甲像拄啊庄教授讲的，RC 的迄件代志共款吼，即摆迄件代志紧破格是会当赔5亿外，但是要讨到钱机会无介济啦，吼，因为迄个工厂安怎转啊，股东安怎迄落着吼，迄是足困难。但是最起码，迄个定数咱爱去拼啦吼，迄个过程咱爱去努力着吼。所以我是要讲，我一直希望会当用过足侪方式去调侃吼，调侃真热题。其实我做敬佩是中华关的医界吼，拄好像当时有一个人甲恁讲。白海豚会转弯，吼！创到尾啊，咱中华人、中华医界、中华环保团队、中华牧师、中华人安尼喊一声，大家团结做伙，话咱叫伊爱转弯啦，吼！所以国光就话，因此才无牺牲嘛。那中华人无够团结，国光就话即摆咧做啊，吼！所以中华人爱对家己有信心，吼！啊，我希望讲用即个过程，啊，中华嘛发生真侪苦难，有米康药的代志，啊，佮即马有6轻的污染。咱希望这个苦难赶紧停止，啊，我会继续拍拼啦，啊，咱嘛希望咱大家继续拍拼，啊，莫互公亲变事主啦，安尼好不好？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还有我们参加的现场朋友哈。因为今日俺两个讨论，希望本大家看到好好深入来觉想。以上係基本嘅全面台會嘅討論，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你再會。